兒童品格塑造系列，繪本與聖經信息連結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好多時我哋想幫小朋友搞掂晒所有嘢，以為咁樣係愛，但其實可能會剝奪咗佢哋學習成長嘅機會。喺消失的魔法入面，魔法師梅瑞克原本想用魔法幫人，點知搞到全城嘅人都變到只識依賴。當魔法消失嗰陣，大家反而乜都做唔好，生活變得亂七八糟。梅瑞克最後明白咗，要有智慧咁引導大家做翻應份做嘅事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成長係需要親手去實踐同承擔。建議家長利用呢本繪本同小朋友討論責任嘅重要性。當小朋友學識親手做正當的事，佢哋唔單止學到技能，更重要係獲得一份我做得到嘅成就感。呢份自信係任何魔法都換唔到嘅。正如聖經文以弗所書4章28節咁樣講，總要勤勞，親手做正當的事。我哋應當要親手做自己嘅事，承擔我哋自己嘅責任。